美国宣布要扣对顶关税，咱台湾政府等咧谈判。立法院跨党派访问团下暗嘛出发去美国，要针对关税议题，向美国表达咱台湾的心声。因应美国总统川普对顶关税政策，南方政府团队当地和美国进行谈判。越南立法院跨党派的访美团27也出发去美国进行外交游说。成员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、立委张志伦、吴建和，民众党立委林益君，甲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、区议员张雅玲，因会去拜会美国国会、行政部门甲地库等等。江启臣表示，访团会就关税议题向美国各界传达台湾产业甲民众的心声。业界也普遍有反映，就是说跟美国的产业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，然后在制造上分工。透过讯息的交流，希望帮助进行谈判的，不管是台湾政府跟美方的代表，能够促进更健康、更正向的谈判。赖总统李达和家人传统产业座谈的时也指出，甲美国参详的过程当中，咱通会以争取降关税，扩大对美国投资甲采购，摆脱非关税贸易障碍，解决出口管制甲生产地等5个关键，也会列入各行业的相关意见，希望伫这届全球经贸的变动之下，台湾产业徛更较在布局全球。这次因应美国对等关税，我们不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已，我们希望借这次的挑战，能够找到台湾下一阶段的机会，所以我们目前也会积极的落实台湾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。越南面对关税冲击甲美中贸易战的冲突，传出行政院当地规划要加投资台湾的3大方案的优惠措施，除了规划延长到2027年，也要调整资价要件，包含扩大全球的台商拢会当用，重点放伫5大信赖产业等等，并且建议提高融资优惠利率。调整中介技术人力协配比例，也有扩大产业园区的租金优惠，加当力头协助业者返来台湾生产，来强化本土的供应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